疾管署23有公布国内新增加2例本土天狗一个个案，一个是伫咧中和，一个是伫咧彰化溪州。这也是彰化今年头一个本土的天狗一个个案。研判这2案拢是含这新北的群聚感染有关系。当地卫生单位也开始伫咧做防治的工作。 卫生局大规模消毒，这是因为疾管署伫23公布国内各增加2例本土天狗的个案，其中一例就伫咧彰化县溪州乡，这也是彰化今年头一个本土天狗的个案。本县于10月21日接获医院通报，当日即完成详细疫调，经研判为高风险个案，随即于22日联合环保局、公所清洁队。 陆续完成滋生源清除及化学防治工作。经过调查，彰化这位确诊天狗热的民众感染的是天狗热第2型病毒，捌去过新北市中和，初步研判甲中和新店的群聚感染有关系。医师也提醒民众，天狗热初期的症头甲感冒真相像，若出现筋肉、关节酸痛、起荨膜，都要特别注意。比较严重的头痛。 甚至于一种类似于后眼窝的那个疼痛，那因为登革热它是属于病毒性的这个感染，所以呢基本上没有什么特别的针对它的药物，所以呢最重要就是说我们个人的免疫力要做好。卫生局强调，预防天狗热上好的方法就是消灭炭病网生炭的所在，千万唔通因为天气转寒就放放风，亲像水桶、盆栽、高积水的所在，都要摒扫清气，避免天狗热炭开。记者杨淑晴，彰化报道。